Fastlink Report 今日講啲乜？今日同大家睇三單新聞，又分開又相關。第一單，香港8間大學全部躋身亞洲百強排名嘅光環底下，究竟係咪一個陷阱呢？第二單新聞，從長沙灣地下賭場去到洗黑錢嘅新戰線。第三單新聞，美國情報機關同特朗普喺伊朗戰爭上面唱反調。最後我哋會將三單新聞擺埋一齊睇，原來發現有一個共同嘅底層邏輯。如果準備好嘅，我哋即刻開始今日嘅 Fastlink Report。各位早晨，我係 Mike，今日係2026年4月24日，歡迎大家收聽今日嘅 Fastlink Report。我哋今日會同大家講三單新聞，幫大家分析好個視角，準備好考 JLE 嘅開始。第一單新聞咧就關乎呢個大學8間大學咧同時躋身亞洲百強。咁頭先我話啦，究竟係一個光環啦，定係一個陷阱咧？睇睇新聞講啲乜先。泰晤士高等教育 THE 咧，2026年咧亞洲學排名出咗榜啦。香港方面咧，8間大學全數躋身亞洲百強。QS 亞洲排名當中咧，香港大學咧係更加咧係名列榜首。燒出一出之後咧，各界就歡呼雀躍。咁但係我今日咧就唔係要同大家趁墟，係要大家諗一諗，究竟成績靚之餘，我哋要問一樣嘢：呢啲排名究竟係照緊大學裏面嘅真實模樣啊，還是只係一塊精心設計嘅哈哈鏡呢？有3個問題值得大家去深思一下㗎。第一個問題就係學術聲譽嘅民粹陷阱。排名高依賴嘅咧，某程度就係學術聲譽問卷調查，衡量嘅係學術界對院校嘅主觀評價。換言之咧，相當比例嘅分數咧係取決於有幾多人識你間學校，而唔係你間學校教得有幾好。一間靠百年品牌效應名聞於世嘅名校咧，可能同一間課程創新但係知名度唔夠嘅年輕大學去比較咧，前者咧喺呢個項目咧就佔盡優勢。咁但係呢一樣嘢同教學質素又有幾大嘅直接關係呢？第二樣值得大家去深思嘅東西，研究產出可能扭曲咗一啲大學嘅做法。排名高與否咧，重視論文嘅引用率同埋研究產出，導致大學管理層咧可能會將啲資源咧導向咗啲高引用率嘅理工科、醫學科，犧牲咗人文科學、藝術、社會科學。學術界咧普遍將呢個現象咧稱之為排名遊戲化 （gamification of rankings）。如此下去咧，大學就變成咗一個追逐目標嘅機器，追逐能唔能夠商業化嘅機器，而唔係培育一個全人發展嘅教育機構啦。第三個值得大家深思嘅地方咧，就係商業利益中間會唔會有啲監管上嘅漏洞？呢個係好少人提起嘅問題。各個排名機構本身其實同大學都係有啲商業利益或者瓜葛嘅。嗰啲機構咧會向大學提供一啲收費嘅諮詢服務，去幫助佢哋咧點能夠提升自己院校個排名。如果當裁判同埋教練都係同一個人嘅時候，排名嘅中立性咧就應該要諗清楚啦。由以上3個可以分析嘅地方咧，可以睇深入啲嘅地方咧，我哋可以歸結出政策方面有3個要點，我哋可能要留意一下。第一，如果政府係以院校排名作為撥款嘅依據咧，各間院校咧就可能係爭相咧就會追逐一啲短期嘅目標，而去忽略咗對社會嘅長期貢獻。第二，健康嘅高等教育生態其實係需要唔同嘅院校咧去各司其職，而唔係全部咧排埋喺同一條賽道上面鬥快鬥慢嘅。第三，公帑投入大學咧，理應係有清晰嘅社會回報指標，例如話畢業生嘅就業率啦，對香港產業發展嘅貢獻啦，公民素質嘅培養等等，而唔係應該純粹用排名嚟去衡量成效或者衡量結果做得好唔好。JLE 嚟講，究竟有啲乜嘢啟示俾大家呢？大學排名政策係好完美，可以嚟出 JLE 嘅題目。高分嘅同學嘅答案咧，一定會展示到以下幾樣嘢。第一樣嘢，方法論缺陷。
methodological limitation， 即是話係咪真係排名高就等於係好學校呢？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一啲非預期後果。大學有時做某啲嘢嘅時候，未必係真係諗住係有呢個目標嘅，但係呢個係一個意外嘅產物。第三，量化同埋質性嘅評估 （quantitative 同 qualitative 嘅 assessment）。好多時候我哋做政策分析嘅時候，要睇題目而定，我哋要諗下我哋應該做邊一邊嘅分析係比較多，倚重邊一邊係比較多。咁呢個係需要大家喺每一條題目嘅時候咧去諗一諗嘅。我哋 Policy Express 上面咧都會有相關嘅資料去幫大家。第四就係啲短期同長期嘅政策張力，唔能夠淨係諗短，都要諗長。但係諗長亦都唔能夠放棄短，往往就喺呢個短同長之間做幾多呢？就係成個政策線裡面啲措施擺位擺前擺後嘅一個重點啦。喺答題嘅時候咧，切記咧一樣嘢就千祈唔好讚晒嗰啲數據，亦都唔好信晒啲數據，要展示到你能夠辨別表象同埋辨別實質上兩者之間嘅張力，兩者之間嘅分別喺邊度。呢個就係第一單新聞。第二單新聞就好得意嘅。係個標題咧就係由長沙灣地下賭場去到華爾街嘅預測市場，究竟洗黑錢嘅新舊戰線係喺邊度？睇單新聞嘅起源先，就源自一單香港嘅非法賭博新聞。警方近排搗破咗一個由長沙灣嘅非法賭博推廣中心。拘捕咗6名年齡27歲至31歲嘅男子，涉嫌串謀推廣或協助非法網上博彩。當中其中部分人係有3合會嘅背景嘅。警方話涉案集團自去年10月開始運作，短短6個月就招攬咗大量嘅賭客，涉款金額龐大，總共有520名賭客被招攬，最大嘅單一投注係3600萬，集團佣金嘅收益係達到520萬咁多。警方話佢哋點犯法嘅咧？第一，佢哋首先向業主係謊稱個單位係用作媒體製作辦公室，咁我用電話同電腦就掩人耳目。咁第二咧，佢哋喺社交媒體就即係扮推廣員啦，就展示啲靚車啊、靚錶啊、現金啲奢華生活呢啲慣常 KOL 會用嘅方法嚟去吸現金流。第三咧就偽造一啲投注記錄去吸引更加多嘅客戶，即係啲 testimonial。所以大家都唔好睇到某啲網站好多 testimonial 話好好咧，就相信啦。有時候即係冇可能仲好過有嘅。法律上面點講呢？任何人如果明知而推廣非法網上博彩最高可被罰款500萬港元同埋監禁7年嘅。隨住2026年嘅世界盃臨近啦，市民警方敦促市民切勿參與任何形式嘅非法賭博。呢個係本地新聞嘅方面，我哋又睇睇外國新聞同呢單新聞有關，又係 prediction market。例如好似 Polymarket 呢啲，我哋之前講過，係作為一啲商品交易平台，允許一啲用戶去買類似股票市場嘅合約，或者交易各類未來事件嘅結果。但每份合約嘅價格反映咗特定結果發生嘅可能性。咁之前講過啦，佢嘅上年嘅交易量係比再之前年多咗4倍，達到440億美元。估計下年即今年計埋全年可以去超到3250億美元，即係再增長多7至8倍。咁你發覺喺嗰啲平台上面，大部分90%嘅賽事90%嘅賽事投注都係一啲體育賽事嚟嘅。大家又同一時間諗諗呢個即係NBA 嗰邊又發生乜事，同香港發生嘅事好似。就係籃球嘅投注應唔應該去納入去規管範圍？就喺 NBA 季後賽如火如荼之際其實有場監管風暴，而家喺美國政界嗰邊越炒越熱嘅。就係美國參議院提出咗一個法案將修訂商品交易法，去禁止 Polymarket 呢啲預測市場呢啲平台去接受或者列出與體育賽事或者賭博式遊戲相關嘅預測合約。呢樣嘢好難得就獲得跨黨派民主共和兩黨都有共識。佢哋認為呢一樣嘢係真係唔係太好，因為佢哋話體育預測合約其實即是體育賭注，只不過只係換咗個名。簡單啲嚟講，佢係博彩，而佢唔係投資交易。NBA 採咗一個審慎態度，佢2月全明星週末嘅時候就話佢哋審視緊體育博彩能唔能夠用相同嘅眼光去睇住個預測市場，同埋佢指出預測市場能唔能夠以現有嘅形式繼續存在，最終呢個佢覺得係一個法庭同埋國會需要處理嘅問題嚟嘅。咁當然啦，嗰啲平台就希望NBA 可以下個球季開始之前達成協議，咁但係喺法律問題未解決之前前景仍然充滿不確定性。
講到呢度，大家可能會開始拗得頭，點解無端端講下又講翻 Poly Market，又講翻 Prediction Market 嘅咧？嗱，體育賽事好多時候咧喺啲地下賭場裏面咧係同洗黑錢係有關。體育賽事係目前按交易量最受歡迎嘅合約類別。一旦咧預測市場合法化同埋監管不足嘅時候咧，即係等於為咗不法分子提供咗一個披住狼皮嘅洗錢通道。資金透過預測合約嘅買賣咧，以合法嘅投資損益嘅形式咧流動咧，係會變得更加難追蹤。嗱，深度分析，我哋睇多幾樣嘢，有5個層次，我哋可以睇睇呢件事情嘅。第一，法律上面有灰色地帶，製造咗啲洗錢嘅溫床。預測市場身份核實薄弱同交易監管不足，尤其喺跨境同埋加密貨幣計價嘅市場裏面咧，係會進一步加劇洗黑錢同反恐融資嘅流動。嗱，部分平台咧冇好嚴格嘅 KYC，都冇好嚴格嘅 AML。加密貨幣嘅假名性質咧，令到追蹤可疑資金嘅流動咧，變得更加為之困難。第二，軍事情報泄漏同埋賭博犯罪嘅結合。曾經有個美國陸軍特種部隊士官長咧就被捕，被指喺利用情報嘅機密情報咧喺 Poly Market 上面落注，咁同美軍捕獲委內瑞拉前領導人馬杜羅嘅行動相關啊，話佢從中咧係獲利大概41萬美元咁多。現代嘅洗黑錢嘅資金路徑就同以前唔同。而家喺預測市場獲利之後咧，涉案嘅人員將大部分嘅收益咧就會轉入境外嘅加密貨幣嘅屋裏面，跟住佢會再存入一個新建立嘅網上券商嘅賬戶，之後咧就可能再喺唔需要地下賭場嘅時候咧，亦都唔需要一啲三合會嘅中間人咧，只需要一個加密貨幣嘅錢包同一個預測市場嘅賬戶咧，就基本上可以做到一個現代版嘅洗黑錢。呢個係第二個大家可能做深度分析嘅時候要諗到嘅東西。第三個，伊朗空襲之前嘅異常交易。有報道就話喺美軍導彈攻擊德黑蘭之前幾個鐘咧，有6個 Poly Market 嘅賬戶咧落注軍事行動將會發生。嗰6個賬戶咧總共獲利120萬美元。最高單一個賬戶投資回報率咧係多達8倍，由61,000美金到49.3萬美金。而大多數賬戶咧都係喺空襲之前24個鐘先至建立同埋注資嘅。第四啦，聯邦檢察官嘅明確警告。美國曼克頓聯邦檢察官明確就話咧，包括內幕交易法、反洗錢法、禁止操縱法同埋各類反欺詐法在內嘅諸多法律咧，都係適用於預測市場所觀察到嘅廣泛活動。咁即是話，我唔需要等你去立新法啦，尤其是而家國會七國咁亂。咁佢提到咧，其實佢哋有執法咧，上面係有5大優先。第一樣嘢，佢會首先處理咧一啲內幕交易，包括咗預測市場裡面嘅內幕交易。第二咧，佢會處理一啲 manipulation of market 市場操控嘅行為，尤其是喺能源市場。第三，佢哋會處理一啲市場濫用同破壞性嘅交易。第四，佢會處理一啲零售欺詐，即係包括龐氏騙局啦。第五咧，就去針對一啲機構唔做好 AML 同唔做好 KYC。再睇睇傳統非法賭博究竟同預測市場又有啲咩分別呢？兩者其實出現咗個監管嘅困境喺裏面。香港長沙灣嘅地下賭博集團同美國嘅 Poly Market 睇落好似好唔同，但係兩者喺政策層面咧都係揭示咗同一個核心嘅困境，就係監管框架似乎滯後於技術創新。而呢個預測市場咧，仲帶嚟額外性嘅系統風險，製造咗以財務利益主動嘅干預被預測事件嘅誘因。傳統非法賭博就靠三合會中間人，靠現金交易，靠偽裝辦公室，利用現金分層、虛假佣金記錄呢啲方法咧去犯罪。警方、賭博事務管理局呢啲係可以執法嘅機構。難唔難追蹤呢？如果用現金比較易追蹤，其他就難啲啦。如果你話有咩額外系統性風險呢？只係將啲傳統資金咧將佢再分層處理，風險不是太大。但係例如講預測市場咧，佢運作方式就完全唔同啦。佢用加密貨幣、用智能合約、用去中心化嘅平台。佢洗錢嘅方法用境外嘅加密錢包，用合法嘅投資外衣去做。監管主體究竟係當交易定係當賭博呢？呢個可能會引起執法上面嘅唔清晰嘅地方。如果用假名嘅加密貨幣去做交易嘅時候咧，追蹤嘅難度係十分之高。有機會咧，可能做到引致到好似另外嗰個美軍造成嘅一啲泄露機密情報嘅財務誘因。對香港嚟講又有啲咩影響呢？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加密資產交易平台嘅監管咧，呢一兩年做得比較多啦。但係如果非法賭博集團開始借助預測市場同埋加密貨幣進行洗錢嘅行動咧，我哋要問自己一個問題：究竟現時嘅賭博條例同打擊洗黑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嘅執法能力同埋個涉獵嘅範圍夠唔夠呢？呢個係一個未有明確答案嘅政策缺口。到現在為止，我哋都未見到有立法會議員就住呢方面去向政府提出質詢。嗱，政策上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去留心一下呢？第一樣嘢就係監管框架嘅分類問題，究竟點樣去分交易同埋賭博？喺英國同埋好多歐盟成員國裏面，預測市場一般係根據國家嘅賭博立法，而唔係根據金融市場嘅法律去評估嘅。喺香港，相關平台嘅法律定性依然未清晰，係賭博工具，係金融衍生工具，定係還是係投資產品呢？分類唔同嘅時候，會造成嘅監管主體同監管細節都會截然不同。第二樣嘢，政策嘅要點，大家可能要留意嘅就係跨境執法嘅法律難度。美國嘅第三巡迴上訴法庭咧裁定咗美國嘅 New Jersey 嗰個州咧就唔能夠暫時禁止 Polymarket，因為佢認為咧佢嘅體育賽事合約咧係受商品交易法嘅聯邦層面規管啊。咁但係另外一個第九巡迴法院咧就持相反嘅立場，佢就話唔應該受聯邦法院層面嘅規管。嗱，兩個 Circuit Court 咧都係同一層嘅，咁但係如果兩個 Circuit Court 睇法不一樣嘅時候咧，就會令到喺嗰層咧就有一個立法真空嘅監管困境。咁香港有冇類似嘅情況可以出現呢？有嘅，其實即係我哋原訟庭同上訴庭之間係咪一定要去聽呢？大部分情況都係，但係上訴庭與上訴庭之間呢，又未必一定係嘅喎。咁所以呢種情況都可能會喺香港出現。第三個政策要點，大家可能可以留意下嘅咧，就係 KYC 同埋 AML 嘅要求需唔需要再增強啦？嗱，營運商咧係應該係要建立系統同埋流程咧，去監控一啲交易，包括利用一啲先進嘅數據分析同埋人工智能 RegTech 咧，去技術解決問題嘅，去自動偵測一啲可疑交易，識別一啲異常情況、大額交易或者任何可以引起洗黑錢或者非法融資疑慮嘅活動，都應該要包到。咁呢方面，隨住科技嘅發展得咁快，其實有關方亦都要逼啲運營商咧做快啲、做足啲呢一樣嘢。去 GRE 層面，究竟呢一個咁長嘅新聞又有啲乜嘢啟示俾我哋呢？嗱，我哋可以諗諗嘅。答題格局方面咧，我哋喺呢條題目上面，我哋可以覆蓋4個政策層次，去提出一個立體嘅政策框架。例如話，我喺預防角度出發，我做多啲公眾教育風險意識嘅宣傳；喺執法角度，我喺 KYC 同 AML 嘅規程我要加強。喺技術方面，我要加強 RegTech 嘅技術，我要加強 AI 監控嘅技術。喺教育意識方面，我要令到大家唔好有嘅賭博成癮嘅情況出現。更加重要嘅係，你要能夠比較傳統非法賭博同新型數字預測市場嘅相同同唔相同嘅地方，再夾上上述4個層次咧，去組成一個完整嘅政策框架。咁樣去睇政策問題咧，就好難唔高分㗎喇。呢間係第二單新聞。第三單新聞，我哋睇睇美國情報機關同特朗普喺伊朗戰爭上面嘅睇法好唔同，甚至唱反調。新聞係咁㗎。美國國防情報局局長咧就書面形式向眾議員軍事委員會作證，指伊朗咧仍然持有數以千計嘅導彈同無人機，儘管能力咧係有所下降，但仍然能夠威脅美國同埋佢嘅夥伴部隊。嗱，呢啲評估咧同特朗普總統同國防部長咧何齊斯公開嘅聲明咧就截然相反啦。後者就聲稱美國已經完全控制伊朗領空並摧毀其國防工業。特朗普宣布應巴基斯坦領導層嘅請求，延長對伊朗嘅停火期限。伊朗方面咧則以強硬嘅態度回應，宣稱咧戰敗方其實係冇資格去設定條件嘅。美軍拘留馬杜羅同對伊朗發動空襲前咧，市場都出現咗啲異常交易嘅活動，引發咗外界咧就利用特權政府咧作出啲資訊咧交易嘅指控，並且引起咗立法機關嘅高度關注。我哋又睇睇深度分析點樣預測市場同呢單新聞又有關。
好多時候，大家呢幾日睇新聞咧，都會發覺就係今日嘅重點咧，就唔喺白宮裡面嘅 press 答啲乜嘢咁好笑，係反而睇下緊 Polymarket 個伺服器上面有冇啲乜嘢特別嘅事發生。頭先講過，我哋喺美軍襲擊德黑蘭嘅幾個之前咧，有6個 account 就賺咗120萬美金啦。呢一個其實係一個對國家安全嘅一個好根本嘅威脅嚟嘅。透過將接近敏感國家行動嘅位置嘅行動去貨幣化咧，預測市場喺商業上其實製造咗一個洩漏同埋利用國家機密情報嘅財務誘因。咁呢啲如果用得唔好嘅話咧，其實會侵蝕咗民主治理所依賴嘅行動安全。呢個唔係市場集體智慧喺度起作用，其實真係一個機密情報有機會喺一個商業形式嗰度流出嚟。咁所以呢樣嘢一定要好好處理。第二樣嘢啦，就係深度分析就係戰爭嘅合法性問題。根據國際法嘅框架啦，聯合國憲章第51條咧係容許國家行使自衛權嘅。咁但係前提咧係面臨即時嘅武裝攻擊嘅威脅。美國對伊朗嘅軍事行動合法性存在嚴重疑問，更加令人憂慮嘅係咧政治聲明啊同埋佢嘅情報評估嘅落差咧，令外界難以辨別決策嘅真實依據。OpenAI 嘅一名員工咧涉嫌以利用對公司產品發布嘅預先知識咧，喺 Polymarket 下注咧之後咧就被解僱。揭示機構內部資訊優勢咧都可能成為一個濫用問題，亦都未必可能淨係喺軍隊裏面發生嘅事。第三個深度分析美國民主制度嘅矛盾。而家發展成咁，係唔係個制度失靈要問責呢？特朗普政府對預測市場採取比拜登政府更加寬鬆嘅立場。更加值得嘅係注意嘅係咧，特朗普嘅社交媒體公司 Truth Social 咧，同 Crypto.com 合作提供預測市場服務。佢個仔特朗普 Junior 咧都擔任 Polymarket 嘅董事顧問。當監管機構嘅政治任命者本身同被監管對象存在商業關係嘅時候，係啦，都唔需要講落去啦。特朗普總統曾經講過一句説話嘅，就係話：你知道整個世界不幸地已經在某程度上變成了一個賭場。我希望呢個唔係一個佢放喺工作上面實踐嘅一個東西。深層嘅思考，大家可以諗諗民主問責究竟係啲乜嘢？多個民主國家嘅最高領導人以全世界都係賭場嚟解釋佢嘅政府官員喺預測市場上嘅操縱行為。呢個民主制度嘅問責機制究竟喺邊度？面對如此重大嘅情報同政策聲明之間嘅矛盾，美國國會到現在咧，其實都仲未啟動嘅任何彈劾嘅程序。本身由國會監察功能同彈劾制度發揮制衡作用嘅民主設計咧，我哋覺得係正在成就緊一啲空前嘅壓力。第四個分析，停火談判牽涉嘅係地緣政治邏輯。巴基斯坦同時同美國、中國、伊朗維持住微妙嘅外交關係，佢嘅介入說明咗中東局勢嘅調停角色越來越趨多元化。美國唔再係當年或者到現在唯一可以做仲裁嗰個人。霍爾木茲海峽幾時能夠恢復正常運行係市場關心嘅問題。合約顯示喺5月15日之前恢復嘅概率咧，大概只有40%嘅啫。全球能源市場已經開始受到衝擊，呢個係大家都好擔心嘅深層問題。去到政策方面，我哋有幾點可以留意。第一，要避免單一市場，避免依賴單一市場。美伊戰局牽涉複雜嘅地緣政治利益，評論嘅時候應該要保持多角度嘅平衡，展示佢對情報、對法律、對外交、對經濟層面嘅綜合掌握。第二，講國際法嘅時候，要框架要準確。提及戰爭合法性嘅時候，要清楚區分聯合國憲章裡面第51條嘅自衛權、安理會授權同先發制人等不同嘅法理基礎，去展示你有法律素養。第三，預測市場可能產生嘅國家安全維度。當軍事情報進入博彩市場，任何現有框架都會顯得捉襟見肘。CFTC 已經同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簽署咗備忘錄，建立咗合作同信息共享框架。咁但係軍事情報面前，體育框架當然係明顯不足啦。就住 JRE 考試嚟講，呢份新聞咧對大家嚟講咧有3個可以參考嘅啟示。第一，民主問責制。當我哋討論民主問責制嘅時候，我哋點樣確保行政機關喺重大決策上面能夠向立法機關負責呢？透明度、制衡機制呢啲原則咧，應該係普世嘅。第二，情報同埋政策之間嘅關係。
政府決策嘅時候應該建立喺可靠嘅實證基礎之上啦，定係還是一啲唔實在嘅情報諗法底上呢？政府考量凌駕客觀評估嘅後果應該要係啲乜嘢呢？呢啲係好主觀，但係亦都需要考生好充分地去解釋嘅立場嚟嘅。最後第三個對 JRE 嘅啟示就係關於一啲監管嘅滯後 （regulatory lag） 經常都會出現嘅一啲執行上面嘅問題。預測市場同時挑戰緊呢係金融監管、賭博法規同國家安全嘅問題。佢揭示咗現行嘅法律框架喺應對新嘅技術嘅時候呢，出現咗啲根本性嘅局限。嗱，呢個係監管滯後問題嘅最新、最極端嘅案例。各位同學，今日我哋睇過3單截然不同，但係原來其實都可以有呼應嘅議題。大學排名嘅光環定係陷阱？長沙灣賭場到全球預測市場，黑錢點樣洗法？同埋美伊戰爭中嘅情報政治賭博市場嘅深層矛盾。制度設計嘅滯後永遠係投機者嘅最大紅利。懂得辨別漏洞，提出修補方案，呢個就係好嘅政策人員真正嘅價值所在。我哋今日嘅 Fastlane Report 講到呢度。如果你覺得好聽嘅話，請你訂閱，請你讚好，請你分享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我哋嘅 IG 俾你身邊有希望考公務員嘅朋友。我都邀請你哋再一次去我哋 IRB 嘅網站嗰度睇下我哋有啲咩 bundles 同 modules 可能去幫助到你去考好個 JRE。我哋每一個禮拜都會更新我哋嘅網站同我哋相關嘅內容嘅。我哋下一集再見。